虾米是时间？台南美术馆集结26个位艺术家，为因对时间甲生命的观察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推出新展览。展出的作品有相片、影片、油彩画以及复合媒材，并分为3个主题。好，这次的展览叫做“时间纵向，给每个人的岁月景观”。时间指的就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时间，纵向则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其实都不相同，而有了不同的人生景观，所以时间纵向给每个人的岁月景观就是源自于这样子的出发点。那其实我们是用时间去包装高龄的这个议题，所以我们共同可以经历的就是时间，但不一定可以经历老去。所以我们特别在选件的时候，有让还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老，什么是高龄的朋友，也可以慢慢的去欣赏里面的作品的一个感受。变老是一个，就是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，然后是不可逆的一个叙述的一个词。但是我们讲到时间的堆叠，好像就是除了生理的老化之外，我们在一个精神性或者是一个人生的经验，其实是堆叠起来，会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景观。伫每一间展景当中，拢有特别的卡司。伫挥春的主题当中，有先前非常夯的万寿洗衫店。艺术家以传统洗衫店当中用人客拢无来摕的衫，为阿公阿嬷来做造型，并且翕相。这样的衫也伫正搬来现场做展出。还有一间果菜写真馆，现场的灯饰搭配相片以及影片，唤醒大家的记忆。而来到另外一边，上特别的是这件。这件作品其实很简单，它是有一杯水、一个木架子，然后一张海平面的摄影跟2个挖空的圆形，然后里面它有放时钟机芯，那它就成为了一种海平面，它有一个对不准的感觉，那人们会等待。那杯水则是跟摄影中的海水互相呼应，成为一种具有非常感性的构成的作品。那这也是在当代艺术处理装置的部分比较代表性的作品。展览的亮点之一是导演黄信尧的纪录片《白江区》，伫展场循环播映，来呼应现场的作品，非常的有意义，值得大家前来探讨。展览展出到5月28号，欢迎大家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